黃若雲係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嘅3年級博士生，佢參加咗學校嘅計劃，嚟到香港科技大學位於清水灣嘅校區學習交流。參加呢個計劃咧，係可以咁充分利用兩個學校之間嘅優勢，咁最大化唔同嘅資源。咁我本身做嘅可能同傳統嘅研究就有所唔同。咁科大佢係鼓勵我哋用新嘅方法同埋新嘅技術去突破傳統學科嘅一啲局限，咁同埋佢都提供咗好多平台俾我哋。香港擁有享譽國際嘅高等院校，特區政府支持香港高等院校喺大灣區內地城市開展不同形式嘅合作辦學，為國家及大灣區嘅發展培育人才。其中，香港科技大學於2022年與廣州市政府合辦香港科技大學廣州，香港及廣州嘅2間院校深化跨校園學習安排，大灣區亦提供有利條件俾院校科研發展。我哋嘅老師咧，佢哋有好多啲研究成果，但係啲研究成果點樣可以由實驗室推出去？我哋科研嘅力量點樣同大灣區其他嘅城市，佢哋有好完善嘅生產線，即係點樣可以大家優勢互補，而達到呢個協同效應，產生呢個1+1大於2嘅效果。不少海外學者因為香港嘅獨特學術環境而來港。香港大學助理教授胡安迭戈係其中之一。佢與團隊專注於研究氣候變化對海洋物種帶嚟嘅影響。佢認為通過與香港及內地大學同埋科研機構進行知識共享，可以深化研究成果。One of the strengths of Hong Kong and HKU in particular is the network that exists with mainland China and the opportunities for collaborations through knowledge exchange as well and the research activities that we develop here. The Great Bay Area is one of the areas in South China with strong emissions of CO2. So by doing these nature-based solutions in the Great Bay, we can also offset some of these emissions, restoring seagrasses, mangroves and other coastal ecosystems. 香港要成為國際教育樞紐，離不開政府嘅大力支援。喺2023年推出嘅產學研1+計劃，政府以配對形式資助大學研發團隊，首2批獲資助嘅49個項目，資助金額超過20億元。